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嘅10月27號，咁今日咧就係拍第2段嘅片喎。本來就冇諗住今日拍嘅，諗住聽日先拍嘅。不過今朝聽到個電台節目，咁個節目我經常每朝都聽㗎啦。佢話今朝就訪問一個小巴嘅代表，咁就關於嗰啲警察啊，咩扣安全帶啊、定額罰款啊、便裝警察上嚟捉人嗰啲問題嘅。咁咧個主持人就問到啦，咁問個小巴嗰個代表，嗰啲安全帶咁邋遢，跟住仲有就係啲扣就壞嘅，扣佢都扣唔到，咁點處置咧？咁個警察嚟到，咁嗰個乘客佢又冇扣喎，佢咪唔想扣喎，咁邋遢點扣啫？跟住就係嗰個安全帶又壞嘅，咁點扣咧？嗰個代表好奇怪講個問題就係，如果乘客發現到呢個問題出現嘅時候咧，譬如個扣壞咗，嗱污糟邋遢就冇得搞啊，你自己帶啲清潔劑去買條安全帶啦嚇。咁但係個扣壞咗，佢同個小巴司機舉報喎，報咗名先喎。跟住我諗緊呢個好傻嘅問題就係，其實個代表係咪代表業界嘅咧？你問小巴司機有冇咁得閒睬你？喂，第幾個座位邊個乘客有乜問題？安全帶壞咗，咁啊如果成車人18個位、19個位，咁你跟住有一個乘客、2個乘客就算啦，即係2個可能佢都會睬下你嘅。如果有幾個扣壞咗，因為我自己搭小巴都經常發覺啲安全帶係壞嘅，咁扣唔到。同佢講小巴司機睬你都傻啦，冇咁得閒睬你啦。到時警察嚟抽牌嘅時候，咁你點算咧？冇得解釋嘅喎，佢嚟到可能佢扣到啊，你話扣唔到啫嘛。但係佢嚟到佢扣到就冇計㗎啦。咁呢個我都覺得一個好奇怪嘅問題咯。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個問題其實有另一個問題產生咗，其實點解要立例去啲乘客去扣安全帶咧？其實扣唔扣安全帶係佢自身嘅安全問題啊嘛。咁其實又統計翻喎，過去咁多年而冇扣安全帶，而喺交通意外死亡嘅人數，即係話飛咗出車外邊嗰啲人啊，有幾多啊？我諗幾個啩，每年唔係每年幾個，可能幾年有一個啩。咁你好奇怪咯，係咪先？咁佢唔同話上山嗰啲睇大霧山睇雪景嗰啲，要啲消防員啊、民安隊去救佢喎。嗰啲就會影響到其他人嘅生命，除咗佢自己嘅安全。所以嗰次有位話條命我自己控制，咁嗰啲我就覺得要管制佢啦，要唔俾佢去罰佢錢啦。因為你動用咗一啲公帑或者消防員或者民安隊其他救護員，佢哋冒生命危險去救你嘅喎。有咩事唔係淨係你喎，係佢哋有問題嘅喎，佢哋受傷咁點啊？咁呢個問題就唔同喎。所以我就覺得，如果譬如睇雪嗰扎人咧，你救佢而導致到有危險嘅，或者你救咗佢，應該罰翻佢。究竟出動咗咁多人力物力，要幾多錢嚟救你咧？如果你咪照計咯，出動咗2架車，幾多個民安隊員，幾多個救護員，幾多消防員，你咪計翻錢俾佢哋罰佢咯。咁呢個我非常贊成喎。但係如果喺安全帶嘅坐車扣安全帶嘅問題，我就覺得好無聊咯。罰嚟做乜啫？立嚟做乜嘢咧？條命佢噶嘛，佢都唔介意咯。但係仲有個問題，佢哋冇講嘅。其實喺每次發生意外嘅時候，扣安全帶係冇飛出車外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有冇扣安全帶導致個乘客扯親條頸啊？頸喎，係咪先？好有問題嘅喎，呢一個受傷喎，咁邊個負責啊？係咪告翻政府啊？唔會噶嘛，係咪先？所以我覺得就唔應該立例啦。不過我又認同一句説話喎，有一個中國嘅好出名嘅人士，好似姓房嘅，人哋咧叫做成龍大哥。佢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就係：中國人要管嘅，咁就好似唔係錯晒喎，即係要管嘅喎。如果上大霧山睇雪嗰啲有危險嘅，要管佢。安全帶嘅問題係咪要管咧？
咁啊呢個兩睇啦。咁但係都係嗰句説法啦，條命佢自己㗎嘛，佢都唔覺得唔係問題咯。飛咗車就飛咗車咯，死嘅又唔係你係我啫嘛，有乜問題啊？所以我就覺得咧，其實有啲嘢唔一定要管嘅，咁你可以管可以唔管，睇情況咯。根本就一樣就係，其實喺咁多次咁多年，頭先講過啦，唔該俾啲數字睇下，究竟由於交通意外冇攬安全帶飛出車外而受傷死亡嘅有幾多人啊？仲有幾多喎？嗰條命佢自己㗎嘛，係咪？